周冠威，咁係10年裏邊自焚者嘅導演。咁好多人喺香港睇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標籤去睇自焚者。咁好多人都話自焚者係好能夠引起議論咯。咁我聽到嘅好多有啲人會話我哋係係左傾嘅，有啲話我係偏右嘅。咁我有時候都唔清楚究竟我嗰個自焚者裏邊嗰個政治嗰個傾向係點樣。咁去呢刻其實我好想同台灣觀眾講嘅係，我想你一張白紙去睇，免除一切嘅有色眼鏡，唔好睇任何嘅議論，甚至任何嘅報導都可以唔好睇。睇完之後可以睇翻其他人去點樣去睇呢個自焚者。自焚者其實嗰個劇本一早喺2009年開始寫嘅。咁09年嘅時候，我哋香港係爭取緊2012雙普選，普選我哋嘅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咁但係當其時一啲嘅官員就有一啲説話，令到我覺得又係會落空嘅。2012再次會普選落空。咁我再諗，當其時我哋爭取07、08，再爭取2012又唔得，好似感受到一次再一次嘅欺騙。咁所以喺09年嘅時候，縱使我以前都未寫過一啲政治嘅電影，咁去到嗰刻，我一啲嘅情緒，我想喺個政制上面講一啲嘅説話，通過電影去宣泄一啲嘅情緒。咁寫完之後，我未有拍，未有機會拍。咁直至10年嘅監製揾我，當其時我聽到10年嗰個諗法好好，就係將來會係點樣？好似為一啲前途，為香港嘅將來諗一啲嘅出路，咁嘗試去諗。咁呢方面我諗翻喺09年嘅呢個劇本，原來去到今日仍然都唔係落後，仍然我哋喺香港都仍然未爭取到普選。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一種動力，希望將呢個09年嘅一種 idea 去繼續去拍。大家好，我是周冠威，10年裏邊自焚者嘅導演，10年之在上映電影院。